着崩坑，华视新闻进前有报过后里8号崩坑，因为有真生这个动画，伊就是这个放假是阮少女的洞，最近是有够清，有真个少年人专工找到这个秘境翕相转卡，不过因为人熊变遮济，崩坑内这个铁架路顶面拢是粪扫，这个崩坑内壁搁互人写字留念，有真济所在都互人破坏了了。 崩坑内面的壁咧，被人乱刻字，甚至还有用文字，这拢是游客来留落来。咱搁再向涂骹一看，有塑胶袋啊、卫生纸、塑胶杯啊，粪扫是一大堆，这嘛是游客所留落来。这个所在是台中后里8号隧道，有100年的历史，已经趴远真久啊。但是最近又会被人发现，真像新闻小路内面的场景，因此引来真侪人想要到出名了后，煞加真侪粪扫。 我们是提醒啦，因为那个不是一般的游乐场所啦，这个领域是没有开放，或者说一般民众如果进去，也不要破坏这样子的环境。管理单位代替局表示讲，这8号隧道因为已经停驶，所以因袂经常性的去做维护，只有拄着去巡视，就惊讲年久失修。民众若入去内面的有安全的记录，嘛为着要保护这崩坑的完整性，已经伫这个8号隧道有设立禁止进入的告示。